来，乡亲啊，这地动相关的消息，等一个继续咱的报道。咱先来看这个社会新闻：苗栗有一个63岁男子赛车违规，警察要甲查，无爱防查，搁打油门来冲撞着警车，害3个警员来受伤。这员警只好来开枪，总共是开8枪，甲人抓起来。原来这颗真不受教，前科累累。下车！原警一直卡车窗，爱这个姓吴的查甫人落车，毋过伊一直占油门，将警察车堵掉的，连人拢放假出现，就惊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走去，原警有开4枪。车祸走去，原警赶紧用无线电叫人。对了，后壁一直叫这个查甫人赛车想要射头，原警随搁开4枪。我想要继续走去弄到警用奥多摆规台车，全咧当场并过。原警敲破玻璃，将这个查甫人为车内扭出来。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会被抓，是因为昨下晡2点外，伊将车停伫路中，人就落车阻碍交通。民众看了后随报警，伊阵咧随赛车离开。原警去因兜要加查，伊拒绝检查，搁弄警察车。2次拦查共开8枪。现场3位员警及无险擦挫伤，均无生命危险。规定中有3个员警受伤，加在拢无啥要紧。是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，伫警方的眼中是顶上头疼人物。去年5月，因为骚扰铁路脚踏车人员，搁拍工作人员，被关2个月。2天前，嘛伫3义乡一间小食店涉嫌扰乱生理人，被移送2万块交保。即卖伊搁拒绝接受检查，搁弄警察车，被依照妨害公务、毁损甲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